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，让咱今仔日三甲组织，伫咱树林教会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咱有2场的礼拜，早起9点，咱是华语，10点半是台语。不过，在1年的中间，有几次特别的一个事工的时候，我们会把2堂的聚会联合在一起，就放在10点了。不过，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是习惯早早来，有的可能还是习惯你在原本聚会的时间。但是我们一起联合礼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跟需要，不只是因为教会规矩，比方说我们今天要开会员合会，要选长职，那么开选中级，所以咱都爱最近做礼拜，通好最近来行上帝意爱咱万行书照特殊来，他说要照那个 order， 照秩序来，通好互教会当久久长长来宣扬福音，这是一个真重要，咱举行互会。改选中一个原因，但是当咱有机会3甲联合礼拜时阵，咱嘛要把握第1场甲第2场的兄弟姊妹有机会同心3甲敬拜上帝。若无咱拢第1场习惯9点的，一年按头到尾拢是9点来礼拜，10点外离开。第2场10点半的人，就较无机会甲伊3交陪。所以望今仔日当咱伫礼拜中间同心敬拜，礼拜后。你也有机会看讲，我那遐尼侪人，我无熟悉，原来伊拢甲我无共一场的礼拜。所以咱今仔日3甲联合礼拜有实质的熟悉，甲迄个属灵的意义、属灵意义上面，我们联合在一起，同心敬拜。每一摆当咱来到教会、来到上帝面前的时阵，咱的目睭是看耶稣基督。就敢若好，亲像当你若参加扶轮社的时阵，你阮那个扶轮社的宗旨放伫你的脑海中，安尼你去甲社完1个月1摆聚会，你才知影讲咱即个社到底是要创什么。当你若参加一个成长团体，跟着一个成长团体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每个礼拜、每个月一起到这个成长团体的时候，你知道你到这个成长团体的目的是什么？因为在那个地方，你不只有收获，你有付出、有分享。让这个成长团体里面的每一个成员，大家都可以得到进步，你自己也在那个地方得到造就。所以，当咱去无同的所在时阵，无同的处境的中间，你的心中稳当将迄个意义抓条条。所以，等你回去到厝的，你就发觉可以很轻松，衣服随便丢，鞋子放着，什么都不要做。琉璃台的碗盘已经2天了，没有洗没关系等到想洗的时候再洗，因为这个空间在你的脑海里面，它有它不同的情境跟意义。每个家庭不一样有的人逐顿洗碗是的，我拄仔讲可能是有一寡人有的无同款。这是伫迄个处境的中间，我即摆要讲是你的心情的建立。你家己知影讲，我来参加这个团体，参加这个聚会，来到这个所在，我到底是为什么来？为什么来到这个所在？所以我来到这个所在，就期待有领受，嘛期待有贡献，期待有领受，互家己得到帮助，嘛期待有贡献。所以当咱来到教会敬拜上帝时阵，咱知影，基督教信仰的福音。伊针对世间人的送香的问题、散车的问题，这个台语用哪一个字比较好呢？就是贫穷啦。我发现我讲台语有当时无一定大家拢听有，就是贫穷。贫穷台语要安怎讲？散车。古早咱讲送香，送香捌听过毋捌听较少听，有人捌听过这个较文雅另外些散车。基督教信仰针对。世间人踮即个地面上，咱所有散车的问题去面对。无论是你落地的散车，还是你心灵的散车，你的心感觉欠缺，你的心感觉欠缺，别人无法度满足你，就是敢若欠迄块。耶稣基督要回答即个问题。伫世间，咱嘛面对一个实况，就是病痛的代志。毋是年老的人才踮咧面对病痛。咱有一个小朋友已经要4岁啊，伫4年前伊出世的时阵，就踮咧加护病房，踮咧加护病房，第1礼拜了，就要手术，踮咧中国医学大学附设病院，踮咧台中，医生处理一个尿管的事情了，讲失礼到遮，我毋敢处理啊，赶紧转送急诊送来马街，讲可能都要过几个月后较大汉。
婴仔较大汉才阁通过手术。马家讲这哪会阁等第2礼拜就阁手术？你看一个婴仔出来才偌重，1个月来已经踮伫加护病房，踮咧病院内面来手术。这不是老人，不是长辈，不是年长者才会有病痛。我们会发现，我们生命的许多的过程中间有各种不同，我们身体上的软弱跟病痛，唔那干咱身体这款的病痛，包括咱心内受的伤害，生命关系中间咱所受的痛，主耶稣基督要医治，要回答这个问题。咱踮咧这个世间，咱阁有一个同样紧的功课，到底我要去倒位？我的意义跟方向到底在哪？我在今天所做的这些事情，跟明天将要往前奔跑的方向跟意义到底在哪里？谁能够回答我？有时候我今天好像很清楚，我知道我要做什么，可是到明天一早醒过来，还会觉得，哎呀，我到底在干什么啊？为谁辛苦？为谁忙啊？对不对？哈，也有人。每个人都要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历程中间，想要寻找什么叫做永远，为永远来定义，为了永远来定义啊！老爸甲囡仔讲我永远疼你，查甫的甲女朋友讲我永远无放杀你，这个永远意思是啥？这个永远到底代表什么？我真的做得到吗？我可以进入永远的状况吗？基督教信仰就是要回答我们这3个层面的一个问题，所以今年2017年对2月开始到今仔日上月的第1礼拜，咱拢用这段经文。我不知道你给他读了几次，约翰福音4章31节到38节，要往前哦。约翰福音4章第2节到42节，你回去要把这整段再读一次。如果你过去这8个月每2个月你都把它读完整一次的话，你就会听到我刚刚所提的，就是耶稣要面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，跟他的一个对话，就在回答他这3方面：一个贫穷的妇人，一个自己要去承担一切，很可能是寡妇，没有在婚姻中的一个寡妇，已经有5个丈夫的一个寡妇，她这个时候竟然要在中午这么热，37度，人家都不出来，她竟然拿着她自己的水瓶到水井旁边来取水，没有人那个时候出来的。他是心灵、是生命关系极其贫穷的一个人。耶稣跟他会遇，他也要去面对一个种种的伤害。人家看到他就会说：“啊，这是已经5个翁的人吼，啊，即马这个该斗阵这查甫，嘛不是伊的翁，吼，这大条啊咯，性命关系顶头受真大的伤害，受真大的扭曲。”这款的一个性命处境，耶稣基督该面对面，要来帮助他走出这样的一个困境。当他拿他的水瓶来拿水喝，伊讲我啉到这个水，我就会当止渴。耶稣说：“请给我水喝。”耶稣给他拖嘴要啉的水，但是耶稣又回答说：“喝这个水的人会渴。”不管你是去全家买、去7-Eleven买，在家里的饮水机拿的水，喝了这个你还会渴。医生一直告诉我们，一天要喝200cc 的水，喝了200cc 的水还是会渴。但是耶稣说，喝我所给的水，你不会渴。那奇怪了，你跟我要水喝，又说你有永远不会渴的水。原来耶稣在说到生命的水，生命的水，这个活命的水，当咱啉的时阵。朝闻道，你也甘愿吗？如果你已经朝闻道了，你死可以吗？耶稣在讲的就是这个永远的意义啦。什么叫永恒？什么叫永恒的生命？太抽象了，离我太远了。我可以不碰触它吗？不对，它在今天发生，在今天发生。所以过去咱这几拜用约翰福音第4章第20到42节这段故事，咱在分享。这个过程的时阵，咱看到今仔日在讲到一个修行，一个收成。收成是我们生命中间不同阶段常常会遇到的事情，就是这位妇人跟耶稣在水井旁的一个对话。这个地点是在撒玛利亚，在今天的以色列。以色列的最北边，我们地区上习惯称加利利；再来有一个地方我们称为撒玛利亚，再往南我们称为犹大地，再往南的旷野。习惯上，我们一般来这样来了解，
这个是发生在撒玛利亚，耶稣在叙加城外的一个水井旁，跟这个妇人的一个对话。这个妇人人透中道出来抢水，是无人安尼做的。所以咱今仔日要最近来看收割这个功课。一般我们说收割，还是讲这个割吼，都是真正要有动作啊，对不？亲像咱看人即摆人咧割稻啊，所以咱拢讲你要从啥？唔是咧讲我要去收割，你若听做事人讲，今仔日爱割稻啊咯，割稻啊的时间到割。我们今天用收成，而没有用收割，因为割本身不只是把它割下来会痛，伫圣经顶头收割的割，代表一款的审判。启示录14章15节台语红色的，咱做伫来读来，着伸手你乞啊来割，因为收割的时已经到，是地上的五谷已经熟了。我们来念这个华文的预备来。伸出你的镰刀来的收割吧，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。这个是在启示录上，当天使甲主基督掌管的主基督主啊，请你提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吧。哇，这大条啊！意思是安怎？审判的时已经到啊。所以这个收割有审判的意义，在圣经的内面。当咱讲收割，所以咱今仔日在讲到约翰福音第4章的时候，咱特别用修行来看。那个城踮咧中文，共款英文拢共款咯，希腊文嘛共款。是敢若讲咱若讲修行的时阵，有一款的欢喜，有一款的完成的意思，对不？到这个阶段完成啊！敢若亲像咱今仔日有3位兄弟要领受洗礼，伫因的人生的中间，因的追求明白的过程，厝内的人大家的栽培大道。因的性命到这个坎站要领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这性命一款的修行，对你教会兄弟姊妹，对家庭来讲，长期的大道陪伴、三甲追求，对你这无论是教会还是小组，还是这的长级的陪伴的中间，嘛感觉有迄款修行的时刻。所以这是咱的讲到真要紧的修行。耶稣甲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的一个对话传福音。嘛是同款有修行的时阵，所以咱再看到圣经27节咧讲到学生，这个故事咱不解释。耶稣甲学生经过撒玛利亚，来到这个苏加这个城，已经中午了，肚子饿了。耶稣就在井旁休息，学生就进城去预备食物。进城，结果看到有一个妇女。出城来到这个井旁，要来抢水。然后学生准备好了食物出来了，出来的时候，门徒回来看到耶稣竟然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人的讲话，他们很惊讶，非常惊讶，因为在那个时候犹太人是不跟妇人、不跟撒玛利亚人讲话的。耶稣来跟人讲话，所以学生31节的时候，这个时阵学生就甲耶稣讲：“阮饭已经准备来啊。”请吃吧，请吃饭，请用中餐。这是一个对话。这款学生看起来就惊，讲咱应该马上吃完，我们就要赶快离开啦，因为这不属于我们的地方。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来往的，连从这边经过都很少。今天老师带领我们从这边经过就很奇特了。为什么从这边来呢？所以我们如果只是为了走近一点的路吃个饭，那赶快吃了饭我们就赶快走吧。这是学生的想法。不过耶稣竟然甲因回答，拄仔咱所读的圣经，恁敢毋是讲收割啊？还有4个月嘛？你看那个还绿油油，就表示还不能收割嘛，对不对？已经变成有黄金色的稻穗出现的时候才是收割啊！还有4个月，这是生活的实况。也毋过，耶稣甲学生讲：恁来举目来看，已经熟啊，庄稼已经熟，可以收割了。耶稣在这个地方让学生看到一个属灵的眼光。在恁的身躯边，你今仔所看到这个妇人人，伊的心已经拍开啊！伊需要上帝国的福音。他过去的经历，让他无论是在生活、心灵的贫穷，或是在生命关系上的一个伤害，需要得医治，或者是他在寻求祖先给他们的一个敬拜地点，在这个地方呢，还是你们犹太人说的应该要在耶路撒冷的圣殿？
他也在寻求永恒上帝对他的心意。他一直没有办法得到解答。今天他面对了耶稣基督，面对了弥赛亚，这个妇人的心已经开，这个妇人人的心已经开啊！恁最近来收割吧。主耶稣邀请门徒眼光爱看到这个所在，咱讲到这款做牧者关怀、疼惜灵魂的眼光。当咱看到一个人的时阵，唔那干那看到这个人的外在，咱看到这个人心灵的需要。这就亲像马太福音第9章35节到36节遐咧讲，耶稣遍行各乡镇城市，看到人怜悯因，因为因亲像羊无牧者。咱第一个耶稣基督三甲斗阵，无论是修行修挂，咱望主帮助咱，嘛有这款属灵的眼光，因为这款属灵的眼光会帮助咱看透，会让我们看透所有呈现在你周遭的一切事情。那是安尼，咱看到门徒甲妇人人中间会一个无同款，门徒跟学生。这个妇人人本来出城摕水罐来，学生是入城要去摕食米，两个人都是为了生理上的需要。这个妇人人出城要摕水，学生入城要摕食米，要准备食饭，拢是为着生活欠客来招磨。但是这个妇人人这时阵一个阶段，竟然把伊同重要的水罐放伫遐，倒转去入城。学生是安怎已经完成啊？出城，拄啊是妇人人出城，学生入城。即摆话妇人人入城，学生出城。学生已经买好物件，他觉得他已经完成了任务，赶快出来。这个妇人也觉得他生命有一个顿悟，把肉体需要的水瓶放在井边，往城里面跑。学生出城是从啥？赶紧叫老师赶快吃，赶快吃，吃完我们就要离开了，动作快一点。我们速速吃完，我们就要离开。这是学生的想法。但是妇人人入城从啥？入城去宣扬、去分享讲，迄个人兼讲就是弥赛亚吗？难道我碰到了弥赛亚，碰到救主了吗？不只是宣扬、传扬，还邀请，佮邀请人出来看卖，邀请人出来。所以门徒甲妇人人出城入城的中间，无同的眼光，无同的动作。对耶稣来讲，这就是伊的提醒。伫咧进出自家城的时阵，这个城的时阵，丢已经熟，丢啊已经熟啊，就爱来收割，这就是讲收成的时刻。收成的时刻，那是安尼，咱看到，在讲修行的时阵，咱的圣经甲咱讲，圣经创世纪第1章12节，咱会记得无？各从其类，各从其类。你种什么款，你就会当得到什么款。如果伫这个大自然中间，上帝互咱看到，你野种甲收割的中间，野种甲修行的中间是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的话，那么在属灵的生命上面，你种什么？你经营什么？你练习什么？你熟悉什么？这就是咧讲到属灵顶头，咱到底野什么款？照肉体体贴肉体需要去野种吗？还是照属灵的眼光，踮咧圣经话命的话顶头来追求？安尼你对圣神所要收割的，就是耶稣要回应你，甲你三甲斗阵，迄个永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这是咱日常生活中间看到上帝所给咱的一个功课。在野种甲收割撒种与收成中间，伊有一个功课，就是你稳当爱好的时间，你不能够揠苗助长。你知道要往这边奔跑，但是你知道我们行善不可上志，不灰心。适当的时候，就是上帝批判的时间到的时阵，就要有修行。所以当咱的野种，当咱的无用的时阵，都要有耐心，因为咱知影时间到的时阵，咱要经验到善车得到满足，病痛得到医治。同要紧的是看到咱生命永远意义的真实。那是安尼，咱嘛踮咧圣经创世纪第1章第28节，上帝所交代咱的所讲的，野种其实是少，但是你要安怎，要得到加倍的祝福。主耶稣拢有甲咱讲过，
那落伫好的土，落伫好的心田，生命若有软，咱的心灵若有软，你的确要得到100倍、60倍、30倍这款的一个修行。同样紧的，要安怎，互咱的心田会当软，愿意来听耶稣话命的话。第4项，咱的经验中间嘛知影，也少就收少，努力少你就收少，努力多就收多，这是投资报酬，世间拢看会到这款的。不过，伫属灵意义顶头，这个物件，上帝予你较多，唔是因为你努力较多，上帝予你较多是要翻头，甲你讨过较多，因为你会晓运用，你是一个好的管家。上帝予你无论伫倒一方面，加较多予你，是要予你会当做更较多分享帮助人的代志。所以，这个和咱世间咧讲的投资报酬原则一样，是敢若角度无同。世间的角度是对人，我投资100块会用赚1000，安尼我肯300块会当得到3000以上。伫属灵的眼光是翻头。互你较多，是因为你有才调去运用、去分享，毋是为了家己。这是咱咧讲的修观甲修行上路尾。咱知影，迄有当时啊，毋是伫我遮修行。蝴蝶效应，甲咱讲，迄款的影响有当时跨到一个程度，根本就是你毋知影讲，伊到底产生的效果是甚物时阵，伫甚物所在。有人去野性去稻草。但是有的人去享受这款的劳苦所得到的成果，野种甲收割的人有可能无同。咱今仔日若忠心伫上帝面前，忠心伫上帝话的时阵，迄个影响，申命记第7章讲，迄个影响甚至要到甲千代。所以，咱今仔日这个故事会当看到，耶稣面对撒玛利亚妇人，然后嘛邀请学生做阵。咱看今仔日的经文这段，你若注意看，耶稣甲学生踮伫遐加住2天。本来因食饱就要离开啊哦，但是因为撒玛利亚妇人对城内佫招一群人出来，要来看，这个敢是弥赛亚？所以耶稣甲学生踮遐佫加住2天，踮迄个中间佫做夜景的工作。夜景了后，城内百姓侪人信主，因有修行了后。就开始另外一个阶段的夜景。今仔日咱有兄弟姊妹要说咧，敢若好亲像是一个阶段性的修行，不过嘛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夜景的开始，一个新的阶段的夜景的开始。所以咱求主祝福帮咱，今仔日要说咧兄弟姊妹，嘛看过咱每一个兄弟姊妹。让我们今天同心敬拜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同心敬拜，如果我们谦卑领受。很多时候，这个功课特别难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心都不一样，我们的心非常的不一样。老师的难当，就是因为30年前、40年前，一班60个人，学生分成2种心或3种心。今天的学生一班26个人，分成26种心，所以老师很难当。今天的老师比30、40年前的老师难当，所以今天的教会也很难凝聚共识。因为今天的教会弟兄姐妹如何同心，如何同心在耶稣基督？你听到长老讲的话，甲你无爽，你就无想要听伊啊。今仔日牧师踮咧讲台顶讲的，你若无感动，你就感觉讲啊，牧师这个今仔日，你袂去听圣神要甲你讲啥。当有一个对话，有一个讨论，甲你原来的意见，甲你原来意识无同，你很容易就自我膨胀，很容易就自我中心，连我都会这样，对不对？牧师娘来甲我提醒一项代志，哎呦，讲几摆啊，我就想讲唔通讲啊。怎么同心呢？当我们在一起在上帝面前的时候，咱讲当心领受的时阵，当心敬拜的时阵，然后谦卑来领受，咱就要经历到耶稣基督迄个丰丰富富的活水氧气，通互咱会当有修行，参与伫服侍中间。所以求主帮助咱。伫这礼拜，咱会当想看卖，你有修行的经验无？你曾经有收成的经验吗？是在职场工作，或是投资股票，或是哪个地方，或者是你的运动，哪个部分你有那种收成修行的体验？
在撒种与收成之间，这款的自然律拄啊讲的迄5个定律内面，多一款，互你伫灵性顶头有较大的提醒。种豆得豆，种瓜得瓜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还是在哪一样？多一项顶头，互你有属灵的一个体会。铜锣尾，咱想看卖，当我信主，当我修行，我领受了后，我安怎成做一个野种的人？安怎成做一个分享福音的人？因为安尼，咱要去经验主极大的疼。所以，咱最近吟的圣诗377首，拄啊咱所练习的，伫甲咱讲着要安怎成做一个为主做工。因为救主的声伫甲咱邀请，伫甲咱救，咱要安怎会当回应伊？回应伊，成做主耶稣基督的同工。374首才咧讲听起救主出声的叫。咱最近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听，甲主的邀请。伊讲得丢已经熟啊，丢啊已经熟啊，真侪人的需要伫咱的四周围。咱是毋是欢喜参与伫即款修行的行列的中间，听起救主出声的叫，咱坐得吟。听起救主出声的叫，啥物人要去做工？残农到时，丢也熟悉，啥物人要去收工？救主亲故就得叫你，一步休息在结花。啥人欢喜，随时应讲，我的家财我财我。耶稣为祈祷今刻来保佑福音见证，灵的主的是为有人要把听见主的名。耶稣欢迎为到家亲，也为显化不吉利，为着以为讲那属好听，虽然言语不必第三，看到你不打破落，你为保佑主的听堂，好让灵救世进步，耶稣会叫其他人。福音在后的鲜花，你为樱花隆重水听看因来，请起立吟第4站。无的应应听得归心，我无人通做下堂，谁人最的灵魂主爱你。在你救人，欢喜听他救主的名，今晚最后一段，主的救你，紧紧救你，我的家切花切花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伫阮生命中间定着一个你水的心意。你也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互阮会当因为圣神的帮助祈祷，常常去经历着对主耶稣基督所来新的活命、新的眼光，毋但看到家己的需要，也看到阮四周的人的灵魂的需要，也看到阮的社会、阮的国家。伫咧头前方向跑走，价值观、制度、种种各项的需要。主啊，恳求圣神帮助，互阮会当回应你的邀请，回应你的警调。三甲
来共同分享主的福音，也建立上帝国伫即个地面上。恳求你的听，你的智慧甲灵敏，拢无离开阮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